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7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总统赖清德今仔发表任内头一届的元旦谈话，针对立法院的争议法案，总统讲爱伫现前的体制用民主的方式来解决。今年元旦开始，基本工资起到28590块，健保费冇调整，租厝补贴嘛扩大办理，放力南靖台检的补助。高公局针对国道1号银山段附近的监视器，昨暗拢会去台北101烟火会失礼，台中市政府放烟火嘛造成一个查某囡仔小烫伤。来看2005年总统府的元旦升旗典礼是以台湾地质智慧的地迈向未来来做主题。今仔嘛是赖清德头一届是以总统的身份来参加升旗，邀请百工百业的代表领唱国歌。民众党是由中央委员林富兰代表出席，国民党有台北市长蒋万安甲立法院长韩国瑜，国民党中央冇办升旗活动，党主席朱立伦是呼吁中央望讲两岸甲咱国内会当对答变做是和的一党。真欢喜的到小国旗入场，总统赖清德上任了第一个总统府头前的元旦升旗典礼，甲副总统萧美琴两个人拢穿着空军的英伦风衫，甲民众最近伫咧凯道唱国歌迎接新年。呼应今年的主题，台湾地质迈向未来。总统府邀请百工百业的代表领唱国歌，赖总统嘴有小可开开，边的秘书长潘明安是全程嘴拢无震动，顶多是萧美琴正大方的开嘴做伙唱。伫咧结束了，赖总统也特别甲行政院长杜英台，一个立法院长韩国瑜握手致意。不过，杜英台甲韩国瑜两个人是自头到尾拢无互动。替台湾加油！对于总统府头前的升旗典礼，民众党表示有收到邀请函，不过是照往例由首席的中央委员林富兰代表党主席郭文哲参加。另外，国民党是伫党中央家举办升旗典礼，经总统法院叫也来参加。面对国会一直发生冲突，朱立伦点名执政党伫过去1年制造调解的对立。在民进党强力的杯葛，甚至用暴力的手段之下，我们立法委员团结一致。让25年来没有办法修正的财划法能够顺利的通过，80岁以上免84量表能够顺利的通过。台湾在民进党执政之下，尤其是赖清德政府之下，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斗。这个斗才是国民党的代表字。扩权法案斗官员，暴力攻击斗立委。总预算拖延和选罢法斗人民，而赖政府是另外一个斗字，与国际盟友斗争合作，和人民斗阵站在一起。老爷讲，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另也是强调所谓政治纷争，拢必须伫咧现行体制来解决。另外，朱立伦也讲到两岸，强调求同存异，两岸才法度和平。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总统赖清德今仔发表任内头一届的元旦谈话，赖总统指出讲，政府施政的目标是坚定行民主的道路，强化经济，落实世代正义。针对咱国内政治纷争立法院通过的争议法案，总统是认为爱伫现前的体制内，用民主的方式来解决。有媒体问到讲，目前朝野对立，敢会邀请大家坐落来啉大和解咖啡咧？总统是讲伊特别邀请立法院长韩国瑜带团去参加美国总统川普的就职典礼。伫团队代表队出发进前嘛会请因来总统府开讲国家大事。任内第一遍发表元旦谈话，以民主学习国力影响世界新局。总统赖清德展望台湾的2025年，第一个讲到国内政治纷争，对于立法院伫冲突中三读通过选罢法、在违法、宪诉法3大法案，伊认为就要伫咧现行体制内，依照民主的方式解决。行政院有权提出复议，提供立法院重新审视的空间。宪政机关也可申请释宪，人民也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可以汇聚更大的民主力量，展现主权在民的真谛。伊若面对条件严重的对立，赖总统也提出善意，讲伊邀请立法院长韩国瑜
带团去美国参加川普总统的就职典礼。在出发进前，希望会让邀请朝野第三团前来讲国家大事。身为总统，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团结朝野、化解分歧。那我也打算在韩院长率领朝野代表启程之际，邀请他们到总统府来，大家一起喝咖啡，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国家的大事情。在谈会中，赖总统也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讲将会继续提悬国防预算，强化全社会防卫加经济韧性，并且深化加全世界民主共享力的合作。伊讲，极权主义若愈积极，民主国家就应该愈团结。因故最近有网言讲，中共对台湾的统战作为，敢若是欺台湾人办中国的身份证。对此，赖总统也向中国发挥：台湾有一句俗语啦，免钱的上贵。如果有任何人想要前进中国去拿身份证，怎么样看都不值得啦。千万不要为了一时的利益，然后走入歧途，因为民主无价，自由不能折现，独对台湾采取种种的措施，这真的是对台湾表达善意吗？那是不是要恢复两岸观光？赖总统讲，真正做害交流的是中国，并不是台湾。那中国真正有诚意，竟然会当先由咱方的文旅会甲中国的海旅会谈判，也强调台湾真愿意甲中国交流，因果原则是爱对等、尊严、健康有秩序。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东的新年哦，上受到注意的台北101宴会，今年是以世界棒球12强摕到冠军来做主题，计共是有360秒，非常的精彩哦。今仔开始有袂少新的制度要实施，今年开始基本工资是起到28590块，跟保费嘛有调整哦，税厝的补贴嘛扩大办理，咱做伙来关心。在日本的东京巨蛋4-0完封了27连胜的日本队。彰显历史性摕到冠军的积极性，互人家激动的棒球12强正组，今年台北102跨年宴会注定全长360秒宴会秀，比去年更较好看。璀璨的宴会，照度夜空也向台湾英雄致敬。2025年新的第一日，未少关系民众前底甲宽裕新制也正式上路。税厝的人，其他的租金补贴为今日开始开放申请，补贴总户数为去年50万户增加到75万户，那满都未阁增加。受灾违法修正的影响，会由中央甲地方共同负担经费来进行。那这个部分包括国函经费。好，2945亿，拨补劳保的经费1200亿，租金的一个补贴400亿。在民生消费方面，基本生活费免税也拢调悬，劳保费率调悬做12.5%，基本工资也起，每个月为27470块，调悬到28590块，每点钟基本工资为183，起到190块。其实连续第9年的调涨了哈。那预计这次调整会有257万的劳工朋友会受惠哦。交通限制，骑机车的人都要注意。那车主改讲无完成定期认证，今仔日开始相关罚5000。若无改善，继续骑，搁互人拿查，相关罚3万。看你们已经在桃园开出全国第一张的罚单。经南查后，发现该机车为改装排气管，立即对李姓民众开出全国第1张罚单。起上计工资，连带影响民众健保费、投保金额调整了，剩28590块，甲28800块2级股，有共影响811万人。另外，自公费流感疫苗会扩大，也扩大感情体检服务甲对象。公司记者综合报道。元旦的新制度，除了上计工资、有健保费起哦，有一寡大家需要特别注意医疗方面的新制度哦。今仔解剖新闻，咱就请吴欣为咱精足来解说。是主播，新的一年医疗方面嘛有新的措施，咱做来看。今年开始，基本工资是起到28590块，
健保费嘛在咧调整哦，主要也是上低甲上悬这两个投保级距有变动。本地投保伫咧第一组顶级有3级距，对今日开始调整做2个，民众投保的金额就安尼增加，按算的有811万人受到影响，平均逐个月健保费利率要加纳21块，也上悬一坎，上悬的这个投保级距嘛有在咧起哩哦，大约影响10万人，平均逐个月健保是要加纳831块。也卫福部就讲话卫福部讲，投保级距全面调整了后，当年健保收入就会当来增加。也健保住院自付金额上限，卫福部嘛有调整。大摆住院家己负担的费用，甲全年住院落去累计家己负担的费用，分别是加1000甲加2000。意思就是讲，住院住一摆，家己负担紧绷就是5万1，也全年住院落去累计家己负担的费用紧绷就是8万6，按算会有1800人受到影响。不过经济弱势甲重大伤病是未受到变动。也根据报告显示，即马着癌的人是愈来愈多，甚至讲有愈来愈少年的趋势。为着要降低癌症发生，也有因为癌症来死亡的比例。卫福部即马是要来放令4大癌症体检的对象甲体检的补助。第一是肺癌，只要女性40岁、男性45岁，伊的亲人有得到肺癌，意思就是讲有家族的病史，也有50岁以上婚食足重的人，都有合资格。第二是大肠癌，体检的对象是包括45岁以上，也有40岁到44岁这段中间家族有病史的民众。也第三是乳癌，40岁到74岁的女性会当来体检。也第4项是子宫头癌，体检的对象扩大到25岁以上的女性。也研究嘛指出讲，99%以上子宫头癌甲长期感染 HPV 人类乳突病毒有牵连哦。所以咱政府对今年开始是增加 HPV 检测服务，35岁、45岁、65岁的女性会当来做自费检查。观众朋友，癌症摆伫咧10大死因的第一坎，卫福部是鼓励民众爱定期健康检查，若有病症提早发现，就会当提早来治疗。也另外，公费流感疫苗对今日开始是全面开放，只要满6个月也未做的民众，就会当去注意放射，用健康的身体来迎接新的一冬。以上就是今日解破新闻，甲时间交等由主播。感谢有希哦，咱再来看2025年的头一日，有真侪人拢想要看今年头一道的日头光哦。屏东的垦丁、花莲的七星潭，还有台东的太麻里等所在，拢常来未少的民众。也毋过哦，今仔透早云上高咯，所以无日头光通看，互等待的民众哦是真失望。半暝乌索索，敢若反来大上光，汽车、乌多摆踢踢踢。这是屏东垦丁龙盘公园，县府无伫遮办观灯活动，要是声袂少民众来。并透早就是等要看新年日头光，煞因为云收高，等过2点钟，要是1点仔拢看无。2点半就来了。第二次，去年也没有。去年也是靠他，去年也是靠他。马就千人走来龙盘公园停车场，踏甲车烧弄。今年屏东办走标活动，带民众迎接日头光。慢慢的回来。要运动进前先春运，民众规口走出来加流水迎接日头光，同款因为天气歹拢看无。到本天看，很开心啊！风景漂不漂亮？风景很漂亮。台北天文馆日头光自信显示，台湾本岛上早日出伫鹅銮鼻灯塔是早起6点34分24秒，才线往花莲台东。伫台东海滨公园、太麻里、花莲七彩潭风景区周围海沙坡，拢有民众等要看。它云层嘛，云层其实基本上有点太厚了，所以基本上应该是拍不太到。云层比较厚，有点点小失望。还好啦，反正就是早起啊来走走。全台湾拢因为云收高看无日头光，台东甚至已经25年毋捌看过。不过民众认为，就算看无新年日头光，当作来行行咧嘛袂歹。记者综合报道。全球有真侪国家。公视新闻，恩文宁朋友。
再来看今年台北抗疫宴会放6分钟，有网友发现讲，国道1号圆山段有7支监视器镜头就直接对准宴会，亲像的直播，嘛引起批评。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今仔嘛回释咧，强调讲无应该安尼做，会来加强人员的教育训练。台北102来跨年宴会秀，这摆放时间有6分钟，配合光雕，吸民众来看。不过网友发现，放烟火时阵，国道1号圆山段12支监视器的镜头，竟然有7支直接登到烟火秀，亲像广播直播的做法引起讨论。监看路况是为了行车人的平安嘛，交通流量的问题嘛。他把监视器移到去看烟火，好像就不正当了。你的工作就是要监视路况的，为什么要去做这种事情？一定会有人认同不认同啊？像我个人是感觉是不是很认同。过去的跨年暝，高公局大部分的宣导提醒民众，若驶伫国道的时阵，唔通放慢车速，或者是停伫路径看烟火，影响行车安全，安若无会当罚。民众认为，即马监控人员做法确实观感无好。他把太多的摄影机都转到烟火那个地方去了。我有在特别告诫，会有民众担心说，我们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就没有监视到国道的路况了？其实我们还是有部分的摄影机在监看这个国道的行车状况，面的那些侦测器，埋设的一些侦测器，来侦测车流的速度、流量、密度。来决定说这个地方到底会有没有发生事故，有些问题产生，有时候因为不是那么准确，所以我可能需要用 CCTV 再做一次确认。学者认为，路况监测会用地面监测器为主，监视器监看做辅助，查看可能影响路况的因素。不过，高公局回释咧强调，国道监视器会以车流监看为目的，不应该转向甲路况无关系事件顶悬。已经各界运作人员会各加强人员的教育。公视记者综合报道。昨昏跨年活动嘛发生几啊件意外，台中市政府伫中央公园放烟火刷导火，有一个查某囡仔烧烫伤。伫屏东的垦丁有民众放烟火，花珠啊去喷到过路人，有民众因为放烟火冤家相骂，拢互送到警察局。金门县政府的无人机表演有一点落差，互民众是真失望。看年烟火升空，马上有火车喷落来地面，民众是摸头乌白走。台中市政府伫咧中央公园举办跨年活动，元旦半暝放烟火发生意外，火车造成一名6岁女童烧烫伤。公园附近的空地也出现火警，现场民众是摕手机甲乱上翕落来。台中市长罗秀燕表示，会负责伤者的医药费，而且厘清烟火出问题的原因。是因为天然的关系、风向的关系，还是因为厂商他在施作的技术上有问题？我们会调查清楚。那如果说厂商有责任的话，我们也会予以追究。屏东垦丁大街看年暝也无平静，有民众放烟火无细腻喷到路人，也搁有伫咧单位进行放烟火，引起了口角相拍。警方出动快打部队到现场，将涉案的4个人以伤害、毁损、妨害秩序等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函请接获报案后，立即启动快打部队到场，将在场犯嫌全部带返侦办。检询后，依伤害、毁损、妨害秩序等罪嫌，移送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深恒昌的 logo。金门跨年晚会也发生真侪插曲，除了表演节目提早结束，20点的时刻还差30分钟。上落尾的无人机表演，也疑似因为警方无法度飞到预定的关度，致使图案文字哩哩啦啦。它的规模有点小，而且它空拍机摆出来那种不是说很明显的，就是图形看不出。对啊，图形看不出来是什么。另外，当地市级单位也不时传出跳电的问题，让民众真失望。各地跨年的活动问题多，也让地方政府无应应变。公视新闻记者综合报道。昨因为涉贪一审被判刑12档6个月，洪天一的宜兰县长林祖苗今仔早起参加宜兰的元旦升旗典礼，伊强调讲伊家己真正派，无做唔到代志，人会做，天会看。国民党是全力来支持林祖苗继续上诉，争取司法来行伊清白。
国旗慢慢的升起哩，宜兰元旦升旗典礼今年办伫咧宜兰运动公园电竞场，有真侪囡仔手举着国旗，甲家长做伙来庆祝元旦升旗典礼。因若前一天才因为涉贪案，一审被判刑、被停职的宜兰县长林祖标要来到现场，甲县府的同仁大家相揽，也重申伊家己行为正派，人伫咧做，天伫咧看。举头三笑有心用，当讲人伫做，天伫看。我呢无做歹代志，我实实在在上天呢一定看清楚，会当甲咱的这个冤枉的给洗清。林祖标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第2罪、财产来源不明罪、甲税钱防制法的特殊税钱罪，一审被判12年6个月。不过，国民党的立委洪明凯表态相挺，支持林祖标上诉，争取家己的清白。宜兰县的民进党立委陈俊宇是希望代理县长林茂胜承担责任，避免宪政无叮当，也希望林祖标的案件会让赶紧过一段落。期待这个林祖标县长的这个案子这个及早有一个结果之后让我们宜兰县的县政也能够回归正常。我们一定是支持他能够继续的上诉，也把证据摊在阳光下，相信最终的结果会司法还给林姿妙县长清白。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是讲，规件案件牵涉真侪公务员，扩大打击就是为着要对付林祖标。不过伫司法调查过程已经证明林祖标无收钱，因那道理的部分，也阁需要到高等法院来努力争取家己的清白，会全力支持林祖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昨昏就业服务法修法通过，未来80岁以上的老大人免巴士量表的评估，得当来请外籍看护。卫生福利部是真烦恼，讲未来看护可能会选较好顾的家庭哦。一寡适龄当前的老大人，等到是歹请看护。劳动部嘛对这个修法通过表示遗憾。台湾要进入超高龄社会，长辈权益愈来愈互人重视。立法院31三读通过就业服务法第46条修正草案，予80岁以上的长辈唔免巴士量表评估，就会当评估外国籍看护。法案伫那边立委人数优势，表决过关。供给面应该是这个劳动部要去努力的地方，他应该要去参考，不管是日本或是韩国的方式，好在薪资待遇或者是这个更多的福利吸引这些移工。经过修法以后，你要聘请外国进来这个看护，不用这个巴士量表，今天会希望它可以通过。根据三读内容，年满80还是70至79岁有癌症2期以上，请外国籍看护唔免医疗机构专业评估，也就是唔免巴士量表。互咱国的若有原住民身份评估认定方式，应该会同卫福部甲原民会定出来。不过民进党立委批评可能会造成资源消减，劳动部甲卫福部嘛表达遗憾。我们外籍移工的供应是供不应求的，现在大幅松绑了以后，外籍看护他会选择雇主，而在这种状况里面，重度的、重症的失能的家庭，他会请不到看护工。卫福部是表示深感遗憾，因为我们会担心这也可能会影响跟冲击到中重症家庭聘雇外籍看护工的权益。卫福部讲，可能会冲击长照体系。劳动部是烦恼新法会增加家庭看护移工市场强势实行，地区厝内若有严重未叮当、长期倒伫床的、插管的适龄者家庭，可能会因为移工选择较轻症的，地区更较歹找到，也是老外国籍看护。若是老人福利法修法，65岁以上的长辈，综合所得税率无达到20%的免交健保费，虽然拿赢收降到5%，不过也是因为外界反对声音上大，调影达成共识，渐慢处理。记者综合报道。80岁以上的老大人哦，唔免巴士量表评估，得当请外籍看护。有民间团体是批评讲，因无法度接受政策无经过详细评估甲配套，就修法通过。对一寡有重症患者的家庭来讲，是真无奈。医界嘛指出讲，应该要有配套的制度来排除会当请看护的损失。立法院三读通过80岁以上请外籍看护无需要巴士量表评估，也引起部分进前有通过评估，请到外籍看护的家庭烦恼可能有消减的效应。像讲叶小姐的妈妈倒伫床的适龄真侪年，虽然有请外籍看护的资格，不过嘛发现过了该看护才来几工，就无愿意继续照顾。即马制度放零，烦恼更较歹找到人。人之常情，在选择上一定会希望选择好照顾的，所以。不论80岁以上的人数有多少，我想还是会有受到影响的。当一个外籍看护面对一个要照顾这么难照顾的病人，
而他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可以到健康长辈的家里面，很多的外籍看护一定会动摇，重度的失能家庭产生很大的冲击。家长认为用年纪做免评标准，恐惊是另类的年纪轻视，而且甚至可能会造成23万有请外籍看护的家庭发生抢工人的冲击。有民间团体认为，应该建立制度，让照顾失能的外籍移工比照顾较健康的长辈薪资较悬一寡，才有人爱做。这个给付能力是不是够呢？如果不够，是不是应该要政府来补贴，让他们可以去支付该有的薪资，而不是所有的外籍都处在一个所谓的基本薪资的这个状态。有一个那个优先序，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那个劳力的分配机制哈，因为其实有卧床的家庭是优先需要的。医师表示，像失智症长辈、初期、中期情绪变化较大，甚至可能会有攻击行为。除了家庭成员爱到照顾，也需要看护协助弥补，安尼才会当互相有休困的时间。呼吁相关单位爱建立优先顺序制度，让有需要的长者会当及时得到照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北检昨已经对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德交保，搁再提出控告。郭文德早起离开厝里，搁去新竹看伊的老爸，下晡会主持民众党中央委员的会议，来讨论党主席辞职，搁有代理党主席遴选。郭文德今仔早起面对媒体，伊无讲话，就坐车离开，去新竹的台大病院看爸爸。民众党今仔下晡3点要举行扩大中央委员会议。会中会来讨论郭文德是党主席，搁有推派代理党主席人事的事务。再来看昨有4台中国海警船又搁驶来咱金门的限制水域，中国是继续伫台海附近的活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发表2025年新年的贺词，讲啥嘛无法度阻挡统一的大势。学者指出，习近平的单位甲过去是差无偌济，佮继续打压台湾。另外，针对中国拒绝甲咱对话，海基会董事长吴鸿山是认为，对方无了解咱台湾社会结构，佮有民众的心理。中国持续对台湾文攻武吓。2024年的上尾一天，有4隻中國海警船佫走入來金門的限制水域。從2024年伫金門發生2月14中國快艇下過界，伫金門海峽摒棄的案件。中國海警伫咧2月底，各方面宣布對金門海峽執行常態性執法，到達已經侵擾金門海峽有加52屆。你進入中華民國禁限制水域，嚴重破壞區域和平穩定，影響海上航行安全及交通秩序，請立即轉向駛離。國防部初一公布到早起6點為止，過去24點鐘內偵查到2隻厝的中國軍機，其中1隻下過海峽中線。另外偵查到7隻厝的中國軍艦持續佇咧台海附近的活動。中國軍機軍艦持續擾亂台灣。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31日發表2025新年賀詞，有關台灣的內容引起關注。兩岸同胞一家親，誰也無法隔斷我們的血脈親情。誰也不能阻擋祖國統一的歷史大勢。新年的這個演說裡面，我覺得承襲過去大概的這個用字遣詞，中國大陸的對台政策大概基本原則是不會變，反獨第一優先，促統，然後還有反對外在勢力的干預。學者分析，習近平新年談話有關台灣的大陸、長度甲用字的強度、語氣，雖然甲過去差無偌濟。不過，2025年也是要注意中國普色地帶的侵擾，軍事外交持續打壓台灣。對岸以民選的民進黨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識作為理由終止對話，卻跟非政府的團體或者個人水溶交融，這是對岸不了解台灣社會結構。不了解台灣的社會的群眾心理。海基會董事長吳鴻山批評中國各方面繼續對話，伊強調講交流、對話、和平發展，才會當增加兩岸人民的福利。公視新聞綜合報道。國際新聞來關心韓國總統尹錫悅因為已經連續3屆攏拒絕法院的傳喚，聯合調查小組甲法院申請逮捕令，法院昨嘛已經正式批准了。尹錫悅嘛，真正是韓國史上頭一個收到法院逮捕令的現任總統。
韩国总统尹锡悦因为戒严令和弹劾，数百名民众自己伫韩国总统官邸进前画口号，抗议法院批准对尹锡悦逮捕令，嘛反对弹劾。也有真侪民众支持法院批准对伊的逮捕令。 저기출석요구를했음에도불구하고안했잖아요. 그거는 뭐 사실 더 나쁜 짓이고 제 생각에는 처음에 이 사건이 그 계엄을 발동하고 불법적인 계엄이죠. 为了了解尹锡悦涉嫌的叛乱罪、甲滥用权力的罪名，由警方佮防部反贪腐机构、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共同组成的联合调查小组，伫18、25、29三届传唤尹锡悦到案水平，所拢获拒绝了后，调查小组30向法院申请对尹锡悦逮捕令甲搜查令。新义西区地院伫31批准逮捕令。媒体韩联社报道，法院的理由是尹锡悦有可能无正当的理由所拒绝接受传唤，嘛有充分的理由怀疑。 尹锡悦涉嫌犯罪，不过尹锡悦律师团表示，反贪腐机构无权利调查叛乱罪，认为逮捕令是非法无效的，应该大心进行弹劾案的审理。 어떤 권한 없는 기관에서 청구한 영장이 발부됐다는 것이 놀랍고 이런 불법적인 영장 청구가 발부된다는 것이 이 법치주의에 맞는지 이런 불법적인 영장 청구는 불법 무효라는 입장입니다. 法院批准的逮捕令期限到正月初6，这嘛是韩国宪政史上头一名和法院发出逮捕令的现任总统。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的代理党魁宽信东认为，想要拘禁现任总统的行为真无妥当，也毋过因为叛乱罪是韩国总统无法度享有宪民权的少数指控罪名之一。各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会去总统官邸执行逮捕令甲搜索令。若是执行逮捕令，尹锡悦会互关押伫首尔拘留中心，而联合调查小组嘛必须要伫48点钟内决定是毋是声押。若是声押核准，检方伫起诉进前上长会当羁押尹锡悦20天。公视新闻台是董炳耀。再来看南韩济州航空失事，179个人死亡，其中有174个罹难者的身份已经确认。嘛传出讲，这架失事的飞行机伫出代志进前的48点钟竟然就飞13抓，中间上底停困的时间阁无到半点钟。 济州航空偏号742216班机，伫转落南道武安国际机场失事，代志发生后第2天，南韩航空甲铁路事故调查委员会11个官员会同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也个波音公司8个专家勘察失事的现场。任务完成了后，调查会进入物证分析的阶段，包括飞机2个乌凹的数据。 国土交通部部长31伫机场向罹难者家属宣布，179个罹难者已经有174个人完成身份确认，年纪上侪会是80岁，上细汉的敢若3岁。 现场一个捌伫2014年参加沉船4月号打落的资深消防员，真痛心的表示，除了真恐怖以外，无其他方式会当形容。一寡受损严重的尸体无法度借由镜头痕辨认，敢会当用 DNA 比对身份。 지금 이제 죄송하지만 5분 아직까지 확인이 안 되신 분들이 계세요. 그분들은 좀 더 정밀한 검사를 해야 나온답니다. 그게 뭐 여러 가지 사유가 있다 그러는데 어쨌든 아까 오늘까 지금까지 확인이 안 된 5분에 대해서는 최대한 빨리 해서 금일 중에 확인이 되도록 노력을 하겠습니다. 另外一方面，国土交通部宣布原定停止到1月初1的武安机场跑道，会延长停止到1月初7。济州航空伊的飞行班表也有维修保养记录，嘛引起外界的关心。记录显示，进前1礼拜，742216班机飞38座航班，意外发生前48点钟飞13座航线。失事前1天飞马来西亚、日本、台湾、泰国4个国家，中午拢无明显休困的时间。进前搁捌伫28分，官方规定上少限度保养维修时间起飞离境。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 昨暗美国伫加勒比海属地波多黎各熊大失电，有将近90个厝拢无电了。目前嘛只先开放供电给病院甲一寡所在。电力公司是表示讲，全部要开放供电，就要1、2天。 2024年上尾天，波多黎各的民众拢伫咧加油站排队买加油。业者打广告讲，因为系统断电，只敢来当收现金，路的正灯拢无倒，店面甲徛家拢摕发电机发电。 当地时间30日透早5点半，规个岛大停电，电力公司赶紧抢修，
到中昼恢复15%用电。严过比较9成的人口依然无电通经。电力公司初步调查是一条电下电缆故障，造成全岛大停电。150万人口内面，超过120万人无电通经。电力公司讲，即将爱24点钟到48点钟，才发到全面拢供电。Lamentablemente de hecho llevamos tiempo con esta problemática, pero hace un par de meses que habían rumores que podía haber pasado lo que pasó hoy. Así que dicen que de 48 a 60 horas vamos a estar casi 3 días y pico sin luz. La verdad que 波多黎各自从2017年遭受到玛利亚飓风侵袭了，电力供应一直拢无稳定。就伫跨年的即天，全岛又搁大停电，真侪所在到暗时规个乌麻麻，落只敢若看到车的车头顶，因为遮多是廉价观光季，真侪民众也搁游客只好家己靠势讲，正罕的会当伫咧黑暗中跨年。因若东欧国家摩尔多瓦跨年暗虽然有电通经。不过，因为甲供应天然ガス的俄罗斯ガス工业公司有债务纠纷，和俄国下令停止供应ガス。恐惊自7月开始，随时拢有能源欠缺的问题，民众正担心。С периода до конвейера газу остается куда толчего. Нас финичекал зеленич, лумина, фортегрел, интервентунан фортегрел. 俄国甲摩尔多瓦对这部认知差真多，协商失败。国加上俄国唯一一条经过乌克兰所送到欧洲的高速公线，2024年年底合约到期，乌克兰无打算要协商继续签约。2024年，真侪欧盟国家拢决定要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靠，安排其他的能源供应方式。俄国的高速工业公司估计损失是50亿美金。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去年11月委内瑞拉有真侪学生小体考课喺实行一款挑战，食一款化学物质，结果造成3个人死亡，200个人中毒哦。拜以委内瑞拉最高法院是罚体考课1000万的美金，大约是代表3亿元，嘛要求讲爱伫8天内哦，甲罚款纳付了。电影因上高应用定式体托嘅团的挑战争议真多，甚至有不少少年用户都安尼死亡。顶个月底委内瑞拉各地学校学生看体托嘅挑战了后，拢试的是危险混合物质化学物质造成12岁、13岁、甲14岁未成年死亡，200人中毒。委内瑞拉最高法院表示，体托佢无采取必要措施来阻止这个危险的挑战，所以伫30向体托佢处1000万美金，差不多代表3亿2818万的罚款，而且一伫判决的8日内完全交清。Con la cantidad de dinero recibida por concepto de la multa impuesta, el Estado venezolano creará un fondo víctimas TikTok destinado a resarcir los daños psíquicos, emocionales y físicos a los usuarios. 他们里奥表示，体托嘅应知代志嘅严重性，而且唔能罚钱。委内瑞拉最高法院阁要求体托嘅爱伫境内设办公室，若无会面临更较侪适切嘅措施。另外，国会考虑立法监管社群网络，尤其马杜罗总统伫7月竞选连任了后表示，这社群网络拢是被用来宣扬受训法西斯主义嘅训练。No le hicieron caso a Estados Unidos y le van a hacer caso a Venezuela. No creo que vayan a abrir oficina en Venezuela, no creo que... bloqueo. Yo creo que va a terminar siendo Twitter 2, VPN y ya. Descárguense Proton y resuelvan. 今年8月，马杜罗就把封锁前星期 Twitter X 平台杂志，11月捌讲，若TikTok无移除所谓犯罪挑战，会用严厉措施来对付。暗过要让政府就算政府推出强硬手段，效果恐惊也是无甲落好。公司新闻新六倍编译。过来消息来看，桃园元旦开始，第一寡合接发生事故的29个路口正式启用科技执法哦，要提醒民众塞车就要守法。采购是摆啊提醒科技执法，114年1月7日启用，桃园29个路口新增加科技执法，其中包括27搭多功能科技执法的设备，会当同一个时间掠超速、冲红灯，涵盖双条白线几啊项违规的情形。就开车要比较谨慎一点啊。怎么说？荷包啊。时速，但是也是要注意啦，被检举也是没办法，自己先违法在先嘛，对，就这样子。但是首先也是要自己要守法。
看到科技执法的牌子啊，你会不会更加小心谨慎？会啊，就会怕被拍啊。交通警察大队表示，科技执法拢设置伫咧较会发生事故的路口，多功能科技执法除了测速翕相，嘛以迄个路口的情形、加安冲红灯、无停让过路人等等处理的功能。建议科技执法都袂出示无形的警力，24点钟来执法，互事故发生的比率平均减10%以上。有关科技执法的违规举发流程是相当严谨的，设备侦测到违规后，画面会传送至后端平台，由远景审核市政无误后才会进行举发。针对可能采发的争议，交通警察大队表示，像这架白色的轿车，为着要让救护车先过，所以驶入去基慢车停等区。不过，所有设备正确是违规。经过警察调影片出来看，都会随排除。强调启用科技执法，唔但提升效率，嘛重视合情、合理、合法的原则。公司新闻桃园采访报道。高铁左营站4楼停车场的外围外宽道路，那休困日落违规的停车是真严重。铁路警察局已经伫附近设5个科技执法，对3月初1开始，现场的电子扛棒会显示违规的车牌号码。临时停车超过3分钟哦，系统会自动开出罚单。你看多夸张，就是停在这一些地方，红线违停。民众驶车到高铁左营4楼，就看到规个红线禁停区，车煞停甲满。原来车站为2个车道，即摆敢若剩一个会当驶。停车场入口嘛有车违规停点遮，交通乱糟糟，互民众感觉足无奈。塞车可能就塞到快要到前面的匝道，所以我觉得就你要进出的话，就是会卡住，会因为停车的人卡住，所以其实蛮不方便。介侪人都唔知影讲内底停半小时免费啦，所以大家就无停入来内底。为了要改善左营站4颗位仔的违规状况，铁路警察局除了派人加强巡逻，最近嘛增5台科技执法设备，车若是违规停伫红线甲黄线顶，现场电子扛棒严密地显示违规的车牌号码，超过临时停车3分钟，系统地根据车牌号码直接开罚单。科技执法之建制，非以处罚为目的，系为保证及遏阻部分少数的违规驾驶人。所以我是支持这样子做，只是我觉得停车的部分可能还是需要加开一点，让我们有车子可以停。民众建议高铁规个停车空间要增加，铁路警察局是提醒，即摆是宣导期，明年3月初1开始就会正式处理违法，违规停伫红线上当会当罚1200块。记者胡兆阳高雄采访报道。来看今仔透早有袂少人去总统府外口排队，等要参观总统府摕春仔甲红包箩啊。今年春仔是写绿顺好春，要祝福民众新的一年哦，六六大顺，好甲有春。今晚你按对来，我有新店来，嘿是，哦，你留空间。 2025年元旦，透早侪侪民众来到总统府，领总统赖清德甲副总统萧美琴亲身发的春仔甲红包箩啊。有民众对别的县市来，也有民众看腻了，规暝无困，就来到总统府外口排队。现场是排甲热长，一个一个在等安全检查，要入去内底参观领春仔。睇到的民众心情嘛真欢喜。就去跨年，跨完年后就来升旗，升旗以后就想讲来提春联安尼。欢喜无？有啊，因为头一摆做迄落带豆皮的红迄落，人阮厝迄落遐人看。民众展开总统府的春仔，面顶大大字写“绿顺好春”。这是赖清德、萧美琴上任头一年所做的春仔。总统府有特别解释讲，这是台语“绿绿大顺，好甲有春”的意思，望祝福民众在新的一年通事事顺利。另外，总统府为新年设计贺年卡、红包箩啊等等，这顶头也有总统、副总统亲手画的狗仔甲猫仔。那我们都知道，赖总统是狗派，然后萧总统是猫派，所以一开始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邀请他们的来手绘这个猫跟狗的图案，把这些把它组合在一起，就有一种表现说台湾是一个就是有爱动物，然后植物多样，一个幸福自由的国家。总统府表示，民众除了通伫元旦总统府开放的时间来领春仔甲红包箩啊，搁来在新正年头正副总统到各县市公庙参拜的时，卖发予民众。也若总统府是一直到1月24有开放民众参观的时间，拢通领会到。记者卢尚祖、郑俊尧台北报道。
新的一年开始哦，学生又搁有新一档的文化币礼金。今年13岁到15岁学生，毛600点的文化币通使用。2005年头一天元旦休假，吸引济济学生来踅街。对今年元旦开始，文化部扩大文化币补助范围，对原本16岁至22岁会当领1200点的文化币，即马搁增加13岁至15岁学生囡仔，每一个人一年嘛有600点的文化币。有各中1年的学生第一天就随来开。今年13岁，然后第一次领文化币，但我还没用哎，应该在这边会用掉吧。文化部鼓励13岁至22岁学生会当加使用文化币，一点等于是1块，会当用来听演唱会、买册、看国片，也是讲做手工艺品等等的所在。特别的是，为着要增加学生的文艺气质，只要到册店消费，也是看国片，这2项拢会当得到回馈金。上次看电影之后有回馈100块，然后后面就是有再去继续用文化币，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趁机读书。如果没有文化币，我应该也是不会去买书的。若是以独立册店来讲，使用600点的文化币，政府可以另外提供300点的文化币回馈金。若是你是用来看国片的话，消费350点以上，会当得到100点的回馈金。文化部提醒学生囡仔伫咧元旦第一天赶紧来下载，会当使用到年底。若是用无到，会真可惜。记者陈选谢桂林台北报道。台湾去年摕到世界棒球12强的冠军哦，是真无简单。台湾博物馆今仔开始办冠军之路的展览，昨开幕，总教练郑和区都有几个选手拢有去现场。总统赖清德嘛宣布讲，会甲500块的纸钱图案改做12强冠军队。甲金世纪的世界12强棒球赛冠军奖杯为箱仔摕出来，放到展览台顶。11月台湾队伫世界12强棒球赛得到冠军，这是台湾让32年，搁再进入成棒世界级赛事。这个冠军也真受台湾的民间关注。棒球的目前无后康会拢成做热门的讨论话题。这帮大联盟等等单位也甲这摆得到冠军的过程，自元旦开始，要伫台湾博物馆用展览来呈现。是说，我觉得这个荣耀应该要分享给大家，这已经不是棒球圈的事情了，这是台湾共同的这个记忆。共同的荣耀，所以我认为应该，不应该只是在棒球迷当中来看待这个冠军奖杯。每位球迷他们进博物馆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不只是这样东西，而是每位球员他们在场上所拼斗的精神。那每一个故事其实都非常有意义的。回顾2024年，台湾运动圈有真侪大事代，亲像巴黎奥运，咱台湾代表队得到2金3铜的好成绩。拍运代表团也得到3块金牌、2块铜牌。到年底世界12强棒球赛冠军，蔡其昌讲，毋但是棒球，全台湾拢真有公应感。总统赖清德也承诺，会甲台湾队放起哩台湾的货币。很多球迷会说，希望把500块，国小棒球队、冠军棒球队长大了，变成我们12强的冠军棒球队，我会让这个事情付诸实现。总统赖清德承诺，未来唔但推出世界12强棒球赛冠军纪念币，另外也打算甲目前抓票的500块进行改版。另外，蔡其昌讲，未来安生伫台湾各地也找适合的场地点出冠军的奖杯，甲义务分享给民众。记者郭林卓凯台北报道。新的一档台北市立动物园嘛公开新的成员是5只公的鸭狗，这鸭狗哦，有的是走私的，有的是民众非法饲的，拢放冲公路，交予动物园来饲。为黄光石路会当看到鸭狗八关八家，边个几若只可以伫箱仔内底耍。2025年元旦，鸭狗正式出现伫咧台北市立动物园，和同款是野生性动物的草尾猪如好狗大做伙。伫台北市动物园鸭狗有5只，全部拢是公的，不过因拢是违法放炸入来台湾的。2批的话，大概是就是从县市政府有从民众非法饲养那边有查缉进来，然后另外有一批的话是从海关那边，就是机场的从外面带进来的。针对保育等级较悬的动物没收，动物园会收容，不过数量无济，干那两车白虫类就超过1000只。啊，那另种类鸭狗是非洲动物，体型细细只，不过目睭甲耳仔拢大大类解果子。其实民众无应该饲，若无专业的知识，颠倒会害着因。
动物园表示，这婴猴是群居性的动物，那敢若饲一只会影响到因的社交发展。另外，提供的食米嘛是一个大问题。民众可能为了也许就是水果啊、蔬菜啊这些，对他们来说并不是野外他们一定要必须吃到的食物，那有可能会造成他们一些健康上的议题，过胖啊，或者是会有一些营养素的缺乏，都有可能造成他一些疾病的产生。这阵下猴大爱拉旅馆最近嘛有一只动物引起关注。来看这只树蛇，看到人是完全唔惊，佮会倒挂为树仔爬来到栏杆的窗花顶悬，当作解美丽。这只树蛇几工前爬树机的时，无细致摔伫咧游客身躯顶，加在这游客和树蛇拢无受伤。园方嘛咧评估，敢要加强相关的防范措施，维护安全。记者林静梅、配合组大家报道。2年前中国搁再开放进口台东的往来食客，也毋过去年煞提悬进口的关税20%，嘛因为风台咱国内往来食客的产量减少，品质嘛有差。今年外销的订单无介济，台东关农会就推出一寡往来食客的加工食品，咱嘛做伙来了解。台东的往来食客怎么正大出？因过去年2个风台侵袭，真侪果子拢落来。自去年10月开始采收，农民就发现产量减5成左右，而且品质甲往年也袂比的，收入又搁减少。农会怎么开拓往来食客加工应用，做做往来食客果子酱、冰淇淋、软糖、果子醋等各种加工食品。会很受到健康养生族群的喜爱，是因为它含有氨基酸。要看每一批凤梨世家的甜度不同，好，那你柠檬汁的量就要做调整。往来食客自去年到即马外销中国才1000多吨，是2023年恢复外销中国的1成左右，大幅度衰退。主要是受到风台影响，佮加上去年中国各提悬关税20%，也影响往来食客外销。农会讲，今年会开拓更加多元的外销管道，也有加工食品的应用，避免太过依靠中国市场。贸易商当然他会以行销的一个它的成本考量嘛，国内跟国外啊两个在行销上都还算是顺畅的。农会估计目前一袋菌的拍卖价少30到50块左右，虽然比往年较低，不过也有3个月的产期，也有起的空间。但是将要和往来食客应用更加多元，才能对农民更加有帮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19度。中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18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2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1度。外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1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